寫這款金屬軟樣點低，燃點性較強，被廣泛應用佇日常描寫節台香爐藝術品等等。藝術家林寶榮要將寫工藝發揚光大。是一開始比較偏宗教的，然後我的恩師就慢慢幫我調，就帶進藝術，所以就慢慢的有比較現代化，就在席上面加一些安金彩繪。以寫氣為載體，藝術家林寶榮追求創新，結合彩繪甲安金工藝。因查某囝嘛希望講會當將這個工藝甲傳承落去。從小的時候就是單純喜歡畫畫，但是後來看媽媽也在做席的彩繪，我就覺得好特別。伊佇洋樓是100年的建築，即擺將傳統的寫工藝引進園區展出，正難得。展期到9月份，咱有興趣鄉親會當去體會傳統工藝魅力。